伴奏的哦，所以你在部落里面听到都不会有人特别拿吉他，然后有 key 的，然后零唱什么 key 就是什么 key 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刚刚有唱一首，刚刚有简单唱，然后每首突然还算简单，因为通常领唱跟答唱的那个句子不会差太远。好，我唱一个比刚刚那个难一点点的，你听一下，这是领唱哦。咿呀咿呀咿海呀海呀海呀那咿呀哦海呀那咿哟咿哦海呀，好啊那咿哟咿耶哦海呀。好，这是领唱的，答唱的你听哦。咿呀咿呀咿呀咿海呀海呀海呀咿呀哦海呀那咿哟咿哦海呀。那咿哟咿耶，哦哎呀，比刚刚的难一点点哦。很难吗？很难。是哦，因为很像，就是基本上只要跟着啊呀呀呀，就会像了哈。